台南有众神指导签合，各大宗教团体除了信仰支持，伫公益慈善帮助弱势顶面，更是无私奉献。今日到台南宗教团体兴办社会公益的节油表扬，总共103件伫福尔摩沙酒店举行，其中委托嘛一一颁奖，肯定有一个宗教团体就是社会进步力量。这样的社会公益。不管是捐救护车，不管是金钱上，还是精神上，还是实际宗教信仰上，这个信用顶头，拢帮忙咱社会做大，所以非常感谢咱所有宗教界的先进，嘛是因为安尼，咱这个我们基优宗教的这个表扬，特别值得大家慎重来对宗教界表示感谢。因对社会福利的这块也非常的关心吼，所以社会公益的部分也是拢这公庙的这个重点。所以呢，这公庙不只是咱信仰中心，更加是咱社会福利甚至于搁咱传统文化的这个中心嘛。第103间受表扬的节油单位当中，也有会赢上帝庙、罗里门圣母庙等25间，进一步被推荐到内政部才受表扬。虽然中央名额有限，不过表扬的数量才是全国上多。今年台南市在我们的一个全国性的重要表扬来讲，家数最多的我记得今年我们有获得内政部表扬26家。台南正式登记的宗教团体都1665间，除了教化人心、热心公益行动，更是展现宗教优质化的成果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